嗯，门没关哦，琪琪。早安。嗨。还好吗？现在是开始录影了。这样今天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我只有半天的电。半天的电什么意思？我下午我就会出库了。可是有没有睡饱？你要先喝点能量，补充能量啊！你要喝能量。所以下轮椅的时候就是要靠这个滑板。啊。你要用，他不能像我一样屁股走路啊！我这样走很快啊，他用那个板子才快，不然他用手撑着，用着屁股走会比较累。他家都叫小猴子爬来爬去。哦。我本来应该有170吧，应该幻想的，因為咧台灣嘅講射手座，那就講人馬座，人馬座嘅特徵是有一雙長腿，中間本來我以為見他嘅人形啊隱形了啊，所以你看不到而已。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馬來西亞沙巴照散白嘅呢田堅琪，我裝嘅係玻璃娃娃，同時間我係一名生命教育講師，我出去台灣6年啦。我是客家妹的老公四皇。所以现在24小时都要带着这个氧气机。呼吸，你现在也是能呼吸啊？我错了，我也是可以呼吸啊，但是我呼吸里面没有氧气，很奇怪哦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它把氧气隔开了。他肺部功能已经衰弱了，所以他要更多的氧气进来，平常的氧气不太够他吸收。他如果不够吸收的话，他会就是开始喘，喘的话心跳就加快，加快的话，等到心脏真的负担不了，他就挂了，就这样。我的东西太多，现在 expire 过期，因为浪费。没有盘子，直接用这样吃。大家吃，为什么？它形状比较特别。形状特别，在卖的便宜啊，所以这个是劣货，你不能跟200块的比 ，OK？ 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啊，我跟他讲我的卖点没有温柔体贴啊，我很粗鲁的，我不是那种撒娇，老公那个没有。如果他要那种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那我阿姨啊，我阿姨叫我骑仔，仔就是男孩子那个仔，所以你就知道我多 man 啊，吃东西一颗一颗吃。怎么吃？这东西要这样子才好卖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枣特别红的。皇上，因为一开始你弟关在家里20几年，你不会有想这些事啊，而且
自己在想说，你自己四肢都没有，怎么会有人会喜欢你？所以他一跟我告白，我就赶快抓住这个机会。因为我是在 FB 的身障社群啊，他们身障者有个社群，然后他们大家都会在那边讨论有些事情啊，然后我看他留言蛮活跃的，然后看到他是马来西亚人，又是玻璃娃娃，啊，就对他比较好一些，而且重要的，他住在台中。11月25号加我好友，11月27号约我吃饭。吃饭，这么积极哦，认识2年约我吃饭，然后我就跟我的闺蜜珊妮说：“哎，你看那个人没有手脚啊，会画画，他约我吃饭呢。”说：“哦，啊，他说去啊，我上完去啊。”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去研究他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现在好看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介意告诉我你是现在好脸吗？”他说不介意，他讲他被高压电电到，不啦。我也是好奇而已，因为没有其他怎么办？可是讲到说外国人啊，然后认识更多朋友，没有什么特殊想法。刚快了，哦，平常躺的位置，很可是我慢。屁股会面对他们的，没关系。有人飞蚊症，看手机太多了。我们11月底认识，10月30号就去公证结婚。第2年，隔年了，他认识不到1年。我们认识不到1年，闹分手已经分手3次了，所以他就很怕我真的离开了，他就求婚了。家庭因素，他的家人反对。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这个潇洒的射手座，不要拖拖拉拉，我的青春有限的，哈，我还有下一任呢，你就放手呗。我就跟他说，那就算啦，我不想要让他跟家人有矛盾啊，我就退啊，我又不是谁，他就不舍得啊。他就不肯放啊。OK 了，你该起来了。Hello， 那开始表演靠腰。唱不起来耶。那啊！没事啊。现在去菜市场买菜。我是厨娘啊，厨娘啊，我是妈妈级的厨娘。还好，不能夸奖自己，不然我会挑的。應該講，他媽媽太獨白嗰陣時，他哋教我講太強暴啊。甲狀腺亢奮。係啊，我媽媽看醫生啊，醫生變喐我媽媽先，因為我媽媽喺心跳學習同埋喺少有轉啊，所以咧都係食藥 control 藥控制佢。係咪？我媽媽要講，攞醫生講佢要佢 BB， 醫生講佢冇問題，我媽媽就食到上嚟，係咧藥物中毒、腦水腫，佢就條咧後胎後窗喺度把輪撞碎啊，佢就把輪撞碎咩？咚，就是那種感覺，就是幾年前咯，
马来西亚医疗比较没有很好，所以去新加坡做手術，腦一隻水灌出嚟咯，然後我都恢復到 baby 那個狀態。那個基因啊 ，DNA 被影響，在突變，所以我係變咗一個成骨不全症的患者。其實係2萬隻 baby， 有一隻 baby 係安怎嘅？因為我媽媽冇那個基因，我爸爸又冇，我家族歷史都冇，所以肯定是因為化學啊、因素啊等等啊，都會影響到那個 baby 的 DNA。嗨，我又來了。哪里？就是这里了。嗨，你的声音怎么没看到你的头？要不要抱一下？哎呀，你看这么漂亮，那是我的闺蜜珊妮，我住在她的家，白吃白住3年。白痴白痴。有啦，你有贡献啊！你们刚刚怎么来的？滚下来的，因为他们走路比较慢。所以他们陪你滚下来。对啊，我又不想飙车。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板娘。他生日的时候，他买蛋糕给我，给他，都是你的馄饨啊，还是你的馄饨？还是离不开他的馄饨。对啊。你们都是平常就是会约了一起买菜还是什么？会啊，还会一起去逛街，对，还有特别的节日会一起去用餐，因为他选择住宅就离家里离我住的地方近，对，啊，所以他方便找我啊，他有我家的锁匙，他随时都可以回来。不，他家没有锁匙的，他是密码锁，他密码我都没有换，他随时可以回家。对，回娘家。对，回娘我家没错。常常会搞惊喜啊，他生日的时候啊。对，因为他算是比较风趣的人，他就喜欢就是搞东搞西，对，所以我们2个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2个在家里就像姐妹一样啦。你的最爱。对呀。你的最爱。对呀。有关联。你今晚弄成这样哈，都是要打开才知道啊。居服员击打，有一次新冠的时候被隔离啊，那个礼拜就是要妈妈，对啊，要妈妈我老婆洗。眼睛是旧的，很旧的，它已经隔2代，超10年前的。不是说要配到现在还没有配啊？没有，这么忙。我是礼拜3，以前是136，后来因为人力够就给别人。啊，现在要进去里面脱了，就这里。好啦，你先进去啦。就我14岁的时候，家人叫我拿棉被去楼上晒，屋顶晒啊，然后就把棉被铺在矮墙上，然后还顺手就拿了一个铁棍要打棉被，打了就误触了高压电了，电到以后我就站着不动嘛，我弟看到我好像被电到，就把我拉开，我们2个就倒在地上。其实很感谢我弟帮我拉开了，不然我真的会被电到，就是整个人起火。你有看过那种纪录片影片吗？它就电到以后你就不动，然后就一直冒烟起火，烧焦坏死啊！它烂到哪里你就切到哪里啊，不然会一直烂下去啊。然后医院就一直重复的手术，就一直切到它不会烂的为止啊。大分都20到30。哇！因为洗的话就，当然如果要中正的话，可能都超过30分钟。
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果然这样比较好洗。有些他们还要抱上那个洗澡椅，再追到厕所洗。很少出门了，因为受伤以后回到家以后，你出门就要家人协助嘛。他就几乎就关了20多年吧。他这样关到我父母不在以后，我弟接我来台中住，然后后续也是想说不要麻烦他太多。就接触到自律生活这一块，才慢慢的被教导走出户外，还有最主要是有能力跟那个交通可以支援，所以我就更方便出来。到后面装了电动轮椅就可以自己跑，就更方便了。可以上去，那边吧。可以下去吗？可以。是那个味道。那个榴莲干嘛？当初会选择来台湾居住，是因为台湾就是无障碍空间很多，对他们这些身心障碍者来讲的话，会很便利。你没有去过地狱，你怎么知道天堂是怎样？在我住的地方，沙巴啊，根本都没有无障碍空间，只有那种 shopping center 啊。但是他们就没有很标准的，何况外面路上完全是没有的。就算我有电动轮椅，也没有办法自己出门去采购或者逛街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治安，台湾治安比马来西亚好，所以他就到处去旅行啦，环岛50天，环岛，坐轮椅环岛50天。很奇妙了，就是我认识他不到1年了，我就跟他说我的计划环岛50天，然后我最后一站想要留在台中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跟我说你喜欢台湾，你可以常来，然后我的房间就让你睡，哇，好感动啊！这什么人呐、台湾人呢？我很想要住在台湾，我就决定搬来台湾。他就跟我说，没关系，那个房间就给你，然后没有租金，水电又不用我缴，我想要偷缴，他就把那个收费单藏起来，我连想要偷缴都没机会。对啊，这整个屋子就是有那个圣诞的气氛啊。那我们就约了25号3点钟。妈妈不是24号才来到台湾吗？24号就到了，但是我24号到。ngày kiếm việc ở住马来西亚又good茶，我不会煮台湾料理。我煮港式料理，马来西亚料理，在台湾没有找到我要的味道，所以我就自己煮。我昨天也是蒸了一个肉饼啊，咸鱼炖肉饼。就有一次，我父母很晚都还没有回到家，那我是雇2个妹妹，那爸爸妈妈要开店嘛，家里剩下白米饭，那我就看着那个白米饭，我2个妹妹已经饿到哭了，我就把酱油淋到白米饭，然后拌一拌，我们3个人就这样吃。那一次过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学做菜。快一点，有没有是巴不得。好吃到软骨，口很快了，肉有烂。那味道呢 ？OK， 好吃。好，是真的好吃。
我的个人助理，她叫叫姐姐，叫姐姐。然后她是医健自立单位的，自立生活单位的，对，就陪伴个人助理，其实就是陪伴身障者参加各式的活动啊、课程啊，然后还有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申请，都有可能。去画画，画画，就固定礼拜三，礼拜一下午其实还有一个画画课，我有上2个画画课，今天上的是，台中市身心障碍艺术发展协会的那个他们举办的画画课。哇，阿正哥哎，他说有跟你们公司回报啊。好，来，好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往上了哈。你这样不能。噔噔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上个礼拜画的你的画风景画然后把还没有画，今天把它完成。我是2006年开始接触的，然后我有是请教一个口画老师，就周玉茹老师啊，他也是教我说用嘴巴摇笔要注意什么，因为我刚开始画是我要摇笔嘛，所以我嘴巴里面常常会破，然后破了以后就是你在画的时候就会有点痛，然后有时候在画还会流口水，现在比较会控制一点，就是说比较不会吞口水。有口画一个老师教我说，你要把筷子加长，他用的是炸油条那种比较长的那个筷子就等于是我这一根的长度了。来修掉那个画突出的地方。来，思华好。你现在左边、右边另外差别，你都画中间这里就好。对，这样一条线过去。再加。你再这样啊，这样你看了，这样下去都画要大胆一点。那个加个白色、紫色的，就不一样的颜色了。把它堆叠起来。对身心障碍者来讲，他们来这边不是要教他成为艺术家哦，我们是要他能够走出家庭。很多的身心障碍者家里禁止他出去，因为他怕他出去被欺负。有时候他交通很远，我们这边很多都是从外地来的，最远的有从那个外埔，你知道吗？后里耶，还有从那个。什么乌日啦，很多地方来。画画的话，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对。当我们在画画的时候，你就会关注在这个画作里面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胡思乱想，等于说自我疗愈嘛，就把你的内心疗愈好了。天空色，可是我的天空色在哪里？紫色。就刚画的时候，完成一幅画，就感觉心情很好。陆陆续续画了，就慢慢很多成品出来以后，陆续也有人有收藏我一些画，就是还有人欣赏然后收藏回去家里挂就感觉蛮开心的。黄连老师也带我们画了一些不同的材质的，老师说多学一些东西，然后让我们尝试画在上面的感觉，画得不错，你还可以就画一些小东西去卖就说增加一些收入这样子。
来机场接我妈妈，接大人物。马航、鸟航，应该要半小时就出来了。接飞机是很开心的事情，期待再见面的。像马来西亚，他们坐飞机，他们会亲人会包红包给他，叫他一路顺风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要搭飞机的时候，我老婆从台湾也是包一个红包给我，我去大陆的时候，她也包一个给我。啊，妈妈。啊，嗨。他过去的。 Hello， 欢迎回来台湾。来，我问下先嘛。你这样够暖吗？夠啦。攬下先，攬媽媽。返嚟幾耐？沙巴返嚟幾耐？幾年來？台灣對外過年。係。第拜來台灣過年。琪唔方便搭飛機。 所以我就方便就從啲愛過來啦。我哋點解可以買？天馬卡。先卡。即係我哋坐高鐵，中，然後轉山也有卡士頓。哎，你好。 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一年见一次哦。嗨，我回家了。吃火锅。对啊。哇，超暖的呢。可以啊。停这里都。你这个可以绑的吧？好了。这个是上面很有爱心，但是我也是自己工作太忙，没有去管啦。现在这几年呢。 有点时间就会慢慢去想回来呀，真的，还好可爱，好像女儿这样。你说女儿也好，做妹妹也好，姐姐也好，都是一个很爱的。缘分吧。他一个人跑来台湾啊，我跟他爸爸也是蛮担心的。应该最担心的是他来台湾环岛了50天吧，一个人。正常人出去那么久就担心，那还不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没有答应，是他爸爸哦，真的我没有答应。对他爸爸。就是因为有他爸爸的他的钱嘛。对啊，他爸爸都挺他。我工作又忙，太阳没有出来就到店里，太阳下山了，天天开灯了，我才回家，管不了啊，那边。 有时晚上就会问来一声啊，哎，你女儿怎么？哎，不用管她，她有上你就好了。不过她不是玻璃娃娃，比她爸爸更工程。我常常更担心吧。啊，好皮呀。很皮，顽皮呀。她又没有去上过学的，到处去。我说你怎么认识字啊？怎么讲英文？怎么讲嘛？ 马来啊，人家哪里懂你讲话？来，画手画脚几句就够用了，这个就厉害。我们这几句够用都不敢出去哈。比手画脚。我已经吃很饱了。哎，你帮我这个方向出来，拍这一组。琪琪也是一个真的是蛮乐观的，因为她知道她本身就玻璃娃娃嘛。 生命其实早就应该要走了，可是他就是一直很顾自己的身子，因为他算是应该是蛮长寿的玻璃娃娃啦。以正常来讲的话，玻璃娃娃的寿命是不应该那么长的。所以我有时候都跟他开玩笑，哎，你这个老玻璃，老玻璃。你这个特别买的？对。为了今天。等一下还没有那个哦。就好像你双公哎，活不过21岁。 还以为我身体没有发育，没有太没有高，然後喺度內器官會長大，然後就會變成一個負擔。發育一個時間啊，我係承受不了，我可能就會弄久了。但係我過去62歲嘛，過去之後，但係我身體開始痛，一骨痛。 但係我係冇辦法止痛，因為我同老太佢認識一個
预防医学，叫营养免疫学。侬係咩？試下用食物、飲食改變，然後食有營養嘅東西。我哋改變飲食，我可以提升我抵抗力，可以提升我免疫系統。侬咩改變呢？那我選擇就是開心的過好每一天。我也不管我的每一天還有剩下多少，但是我還是希望我可以開心的過。所以好幸運，他相信我導師會俾我方向，去鼓勵我當生命講師，然後鼓勵我去分享我生命，所以我離開我屋企去學習，去演講沙巴，然後馬來西亞 KL 巡迴式，因為那個巡迴很重要，你講，然後講到好習慣，你講多，你就係好變專業。那麼因為營養免疫學，我們相信營養免疫學，然後就開始跟琪琪分享，所以當時琪琪也自己去搜索。我個人對琪琪係好大嘅感受啦，我其實係一隻點燃佢，係啲係觸發佢一隻小小嘅角色喺度，但係一切要看佢自家，要唔要接受，要唔要俾自家機會去踏出第一步，看到佢嘅生命當中一切改變，一切突破佢嘅人生咯。因為都冇諗到佢有結婚咧，所以要在台灣揾到佢嘅幸福，揾到佢嘅愛啦，所以我覺得兩夫妻可以一齊生活，經營一切睇到一隻拜見係兩隻都唔容易嘅，所以我覺得我哋平常嘅人可以學校留佢條學校學習啦，所以佢也係那個啟蒙老師，因為佢也觸發我唔少，因為要觸發我冇咁容易放棄，才會有一個更美好的人生啦。他看到四房家突然没有了，好，这不方便啊，还是有一个伴，因为总之有一个伴啊，就什么事啊，他可以讲一声啦，一个人啊，或者没有伴啊，有什么事没人知道。所以像他跟你抱怨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啊，那你哇，常常晚上睡觉流眼泪，这个真的有，会想到那时想啊想，后来他要做什么事，他爸爸说他要什么就给他啦，让他啦，这样，早。早。会太久吗？喂。行。谢谢。但是没有心理准备，这样子才好玩。我本来等你打开眼睛，现在就不打开眼睛。因为知道你要洗脸，干嘛打开眼睛？
早安，于老师早。他的口话老师啊，脊椎损伤的。阿正哥早，又见面了。今天要去南屯市场接卖。有一次我在跑啊，撞到这个擦撞，结果整个人飞出去。好，像这个站啊，原本没有这个站台的，就单独一个铁牌子而已。后来我们去反映，跟那个交通局反映，然后后来就做了这一个。谢谢，好，麻烦你帮我刷卡。这边在脚这里，好，谢谢。我是结果，那如果是一般的活动的话，比如说是去市场街卖啊，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，是朋友聚餐之类的，我就会搭公车。有点滑我。你那个有点松。没有去那个，我之前在龙总看医生，都是坐到这个大客车，我只可以选择坐公车。来，车要开动了哈。好，或者做私人福康，这个自费的啦，因为我没有台湾的肾脏手册，我不能做公费的福康去医院。一般都很方便的，但是如果去远的地方要转车，可能要转1趟、2趟。哇，如果转2趟，你就很累。刹车注意一下哦。之前我老公就有一次受伤嘛，也是坐公车摔下去。那时候的那个司机没有扶他，他下降的时候就是没有扶他在后面嘛，他就整个轮椅往后翻，也是很感谢我们有摔车的经验。我们就跟交通局有联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去2年，我们都代表肾脏者跟交通局沟通。咱呢开始进到坚果香茅油薄荷油呢，咱呀，跟。我是礼拜4跟6日会在这里比较多，然后其他的是礼拜3跟5会在向上市场。通常会卖一些生活用品比较多啊，牙膏、牙刷啊、抗菌湿纸巾啊，然后就是葫芦在庙会卖的比较好，市场有时候也会有人买。它上面有一个去剂，万用去剂，然后香茅油、薄荷油，就自己去网络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单品啊，然后就是他就大概卖一下，赚一个差价啦。哎，可以啊。有需要什么？牙膏、牙刷、抗菌湿纸巾、香茅油。牙刷。这里，上面这里。对上，哎，对对。你这是我上次给你买的吗？系啊。这个蓝色。还有。我会常常跟他买啊，买很多次啊。还有需要什么？还有。啊，他们是客家电视台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还有新产品漱口水，还有新的开运钥匙圈。其实我们是觉得够吃够用就好了啦。我们因为我的外表比较就是人家看得到啊，就比较会跟我买东西啊。有些人他就是会直接拿钱给我说，请我吃饭，请我喝饮料。他们说他们没什么欠用，就请我吃这样子。那个比较大颗。电池在哪里？没在里面吗？在这里啊。对啊，蓝色的。换一个，毕竟它比较不方便嘛。反正我一样花的钱，我花的比较高兴啊。对啊，他有需求都
我只要我要的，我都向他买。其实菜市场都很温暖啦。对啊。每个人只要他讲，大家都及时做得到。所以坚果，你要洗衣精还是坚果？坚果好了，再拿在大袋子里面。对。好，这个吧，好。好，我拿这个配拜拜呀。100、200、300。200啊。好啊。早安，大哥早。有时候定点，有时候到处走。阿姨不在啊。然后就是看看啊，如果觉得没什么买气的话，我就会去这边的话，我再去转去万德宫这样子。啊，拜拜的人就比较支持弱势团体，就是台湾的那个人的爱心还蛮多的。身体健康。啊。这个葫芦怎么卖？有大中小，大的200，中的150，小的100。啊，这种盖子都可以打开装精油，做扩香品。盖子可以打开的。对啊。那我要一个中的。好。这个哈，这个是算中的。对对对。我们现在要去跟2位妈妈吃饭。有一个是静琪妈妈，一个是我的亲家妈妈。嗨，妈妈。妈，要麻烦你帮我压一下。飞上去。这么高哎。对。对啊。麻烦你帮我压一下。后面那个踩那个。就好像婴儿车一样。OK， 哇，好。胖子，减肥。你太胖了啦。减肥啊，台湾客家，爱讲马来西亚客家 ，OK？ 左的。左的。都可以。来客家嘅。你条分。我要过吗？这个是我的慧英妈妈，因为她是我弟弟的老婆的妈妈。她想说我们现在也没妈妈，就叫妈妈，比较亲切。那个谁妈妈？妈妈生气。妈妈就在了。妈妈在一路上其实也帮助我们很多，像我们要结婚也是妈妈协助我们，就是跟我们家里我弟弟沟通。因为我跟他沟通不了。气管炎。对啦，他有气管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今天才知道。你看起按样多多按辛苦啊，去摸去了。这摆看到期间啊，行路台嘛结婚，还去行不卡，看到期按样片，都去大下，大爷天天都在数啊数诶，看到在世间上，为什么有人这么辛苦？弟弟当讲基本影片，我的想法是，16歲唔會騙人，他是一個小辣椒，當厲害，所以我全力以赴的幫助佢兩三年，走向幸福的道路。因為我感受到的，他們兩個在一起就是快樂的。他可以在我的背後，打情罵俏這樣子，那我心裡就在想，其實他們只是殘障人士，但是他們的心態是正常人。那在婚姻上嘛，曾經世皇佢上過啊，佢人來講，佢想要結婚，我講好，唔做去做，佢又唔敢留喺露台講。佢就講叫佢頭夫靠譜誒，我說這條路絕對不行，你就搞本愛就好誒，我就讓阿細郎講，係講你想要結婚，個個未想要結婚，你有生日呢，個個未當上呢。那你沒有給我掌聲鼓勵哦。可以呀、愛上了台灣這個土地，愛上了台灣的人情味。環島50年啦，我出去好多免費餐，然後我出去那就民宿啊，老闆不收錢的，還幫我當我的導遊，
跟住喺度感通，你突然來啊，冇坑人啦，冇面盤呀，馬來西亞來啊，跟住喺度感通，喺度รู้唱意識唔少錢，唱意書唔少錢，我覺得台灣人好得意啊，都話很得意嘅，可能在馬來西亞不一定會發生的事情。我選擇放棄國籍，我愛做台灣人，我唔愛做馬來西亞人，因為佢哋係正常人，佢哋唔係諗到台灣對我哋殘障人友善，佢哋福利，所以我好多時候我係需要一種福利，唔代表我愛談台灣乜嘅。我台灣政府對喺度殘障人也好，老人家也好，喺度福利係真係比馬來西亞好好多。我在啊。阿媽不在。阿媽去那個菜市場。還沒回來。還沒。我好久沒看到你了。我在游泳池那邊。好久沒看到你。對啊。這裡就熟了，這條街大部分都熟悉的。台灣俾我覺得係好自由，我可以自己吃飯，自己出去買東西，自己去 supermarket， 自己剪頭髮。我覺得我好像正常人咯。我係出生喺環境係40年，我40歲來台灣，我愛換我自己人生。我好感激我屋企人放手，我父母放手，我爸爸媽媽俾我願意去過我自己要愛生活。對，想到是很傷心，一直給親戚抱怨說家裡不是做些什麼壞不好的事啦。到今天呢，有時想到還是很突然間過去了，他現在這麼開心啊！到現在有時想到還是有點心放不下。Hello， 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，我已經拿到台灣的身份證了。接下來我就要幫我媽媽申請依親，因為台灣永遠是我的家。我是皇後但是我做的事情是宮女做的。她可以當宮女，可以當皇後。我什麼時候當皇後？我都是宮女，好嗎？人家很冷的地方，他也是流汗的。他是漢人。我希望能夠多活一些日子，你要加油。希望你們兩個可以相伴長久一點，這樣子。希望老天爺能夠幫忙。